南投德山一间观光工厂邀请到日本的游客来做茶，要让更较侪人来认捌到南投县的洞顶乌龙茶。头一摆体验拍茶皮，让日本的游客感觉真新鲜。这是德山一间观光工厂举办的活动，希望把传统的洞顶乌龙茶做茶工艺发扬出去，让我们台湾的好茶在日本这边可以让更多的茶友更加的了解。为期3天活动，那小介洞顶乌龙茶产业，卖带游客来到南投旅游，实在保存乡镇的茶文化，促进观光旅游发展。那么我们3天的密集的研习，我们希望将我们的茶产业及相关的周边配备都一起做行销。业者那是逐年拢协助官府文化局举办传统手工做茶演习，这摆嘛，让日本游客来到台湾做文化交流，就这个机会，甲南投好茶实现国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